廣東話教室邊有咁大隻蛤乸隨街跳？西方有一句諺語就話天下間冇免費嘅午餐，話嘅就係凡事都有成本，都有代價。呢啲睇起嚟免費嘅嘢，其實背後往往就係有更高嘅代價。喺粵語裏邊，其實都有一個更加通俗、更加貼地嘅表達方式，就係邊有咁大隻蛤乸隨街跳？蛤乸就係青蛙，又或者叫做田雞，往往喺廣東地區係好受歡迎嘅食材，所以通常見到佢都會變成餐台上面嘅美食。如果你見到一隻好大嘅蛤乸喺街上面活生生咁亂跳，咁亦都可算係一件好不可思議嘅事。呢一句說話，邊有咁大隻蛤乸隨街跳，就係要提醒嗰啲自以為執到平嘢嘅人，話俾佢聽，世界上係冇咁好嘅事，其實背後可能是有蹊蹺噶。